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一中这个学生陈彦任，是一个标准的剃刀迷。伊甲伊的同班同学合力来制作大型的剃刀模型，参加到2021第13回全日本高中剃刀模型的比赛，摕到最佳品质甲最佳的影像奖，嘛将做今年唯一来得奖的外国队伍。火车伫铁道咧行，就是这个景象，互陈彦任变做铁道迷。高三时，和同学做伙做大型铁道的模型，而且伫2021年第13回全日本高中铁道模型大赛，得到最佳品质和最佳影像奖。就是去做我们讨论出来的一些设计方案，然后去做实行，去把我们想象中的东西做出来。可能语言部分会比较交流会有点困难，可能会有一些误解，要再去二次协调。2020年9月开始组队，开卖一年的时间，中做模型几啊摆，加上因为疫情，爱将模型安全送到日本，嘛是一个考验。今年总共有137间学校参加，台中一中是今年唯一得到奖的外国队伍。是在这个新课纲的一个架构过程当中，它提供了一个叫做自主学习的一个时间。那学生利用自主学习时间组成团队，再利用一点点的课余时间，发挥自己的创意，然后发挥这种团队的精神，参加竞赛，然后拿到这个奖项。我最开心的是看到新课纲能够在台中一中这边开花结果。校方表示，推动新课纲，学生会当找到家己的兴趣，和发展未来的学术专题，唔但会当让学生发挥创意，嘛体现高中生的多元化能力。好，来继续来。